喺廣東咧，你以為退休金5000蚊就夠咩？我同你講啊，好多人都計漏咗嘢，漏咗啲乜咧？大部分嘅人咧，淨係計飯啦、水電、交通，但係其實咧仲有通脹、醫療、娛樂，仲有一啲突發嘅開支。簡單咁樣計啊，假設咧係退休20年，65歲到85歲咁計，日常生活每個月4500蚊，咁你計翻12個月20年，嗰度係108萬。好似醫療預算咁樣啦，每年係5000蚊，你預留20年嘅話咧，等於30萬。生活質素嘅話咧，每年2萬娛樂啦，跟住你計20年嗰度就40萬。雜費人情嘅話咧，你預每年8000蚊，20年嗰度16萬。咁總數咧，其實都接近成200萬嘅。咁如果退休每個月4000蚊嘅話，20年先至96萬嘅話咧，其實差好遠嘅。點樣去準備咧？就係趁後生儲錢，保持健康，提早咁樣去規劃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